前牛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各有预防车要送到咱台湾，包括日本关乎咱台湾第3批有97万吨的 AZ 预防车，搁有咱家己买的 AZ 甲莫德纳预防车，嘛伫今仔日到位，全部加起来，今日计共有187万吨的预防车会到货。另外，咱国内预防车目前嘛是愈做愈紧，13迄一天注超过24万人，创下新高。目前咱全国的注射率有17%。自日本代表谢长廷伫 FB 发文，讲第3批 AZ 疫苗顺利检验完成，表示数量总共974680支，有效期到10月30日疫苗，会伫15上飞机。这批疫苗国加咱国家己所买 AZ 疫苗55万支，也个莫德纳35万支，总共187万支新冠预防车，可能伫咧同一天到台湾。严格指挥官陈时中即天证实，日本送的 AZ 预防车会伫15月头到台湾。日本政府捐赠的免疫效会到，那其他的好消息我们确定了以后再跟大家来做确定。国内做预防车的速度也加紧，13日天做的人超过24万，是目前上最。上新的做预防车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7%。因若公费疫苗有约登记的平台，到14日到5点，18到49岁意愿登记，总共664万4714人，其中58%、390人只敢经莫德纳。同时登记 AZ 加莫德纳的有260万，占39%。我们当然不会说 Moderna 完全没有，但事实上，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量，在前一波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未来供应的量有一大部分会留给第2剂的来打，所以能够提供 Moderna 可能性，相对的量会比较小，还是会以 AZ 为主。因若伫最近国外期刊公布新冠预防车蓝莓子的研究报告，讲 AZ 会当甲 BNT 蓝莓子，专家资讯小组张一林张上顺讲。国内医院需要临床试验收集科学证据。另外，为了要应应后一波的秋冬疫情，但是中讲希望伫咧开学了10月底进前，预防车的比例会当到一定程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7个本土病例，也有10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有6个人死亡。本土病例数是创下3级警戒以来新低。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咱已经有社区感染嘛，所以要完全无出现本土病例是无啥可能啊，这当继续监控。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社区式的照顾中心，若总有8成的工作人员拢有做过预防车，安尼就当开始豆豆啊提供服务。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30是新增加1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0例上侪，搁再来是桃园市3例，新北市甲台中市各2例，而且新增加6例死亡的个案，这也是3级警戒以来一天新增加确诊数新低纪录。本土的案例大概算是这段时间比较低的那尤其在这里面有包含了9位居隔阳性的，换句话说，这种还需要调查的感染源的就剩8例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因国内疫情较厉，指挥中心宣布，社区式的机构应在工作人员疫苗注射率达到8成，而且最好防疫的警备之下，适度来放松提供服务。适用的范围包含社区式的长期照护机构、日间照顾，也有小规模多机能护理之家、老护机构。新庄机构附设的日间照顾服务、新庄日间型服务、和社区日间足教设施、社区式日间照顾、日间服务机构、日间型精神复健机构，也有早期的疗养机构。有任何一位人员确诊的时候，机构必须要主动通知主管机关进行集体筛检，那整个这个机构就会暂停服务14天。但是，中坦白讲，开始有社区的感染了后，要做到完全零确诊，可能性是非常低，所以讲社区的监测是真重要。一旦有了社区的感染、社区的传播之后，事实上要完全的变成就是说家庭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的低了，因为毕竟它有一些就是应该是说无症状的感染者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都说嘉陵我们很高兴，但那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整体的一个社区的监测，那才是那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另外，指挥中心统计，即阵总计有402例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其中有378例是注射 AZ 疫苗，另外24例是注射莫德纳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昨昏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另外伫台北市地下街进前有出现确定病例，封3天了后，目前已经无新的案例。若伫宽南市场，本地是讲伫今仔日要针对全部人搁做一届的 PCR， 尾安尼中央甲地方即马是决定讲要针对重点的热区来做就好。台北市就是新增加11例，有10例本土个案，甲1例境外移入，连续第3天本土个案在10例以下。分析一天10例确诊中，大约有2例找无感染源，拍平1瓶清零计划。莫你甲26日后就使转来到疫情爆发进前，敢若靠边境防疫。7月26还有12天呢，差不多。这12天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做最后努力，把这个不明感染源彻底的解决掉。那时候就纯粹靠边境防疫了。另外，台北地下街最近出现侪名确诊，西谷在里区发现1个确诊，西十甲12在溪区也有1名确诊。市府赶紧列出周围高强街大头，并且封3天。市府强调，即阵无过再新增加案例。离宽南市场15原本有定大规模来检查 PCR， 甲中央讨论了后，决定干来检查重要热区里域。依照这3个新的阳性，它的区块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框列。那因为有一位是员工，所以员工自治会的部分也要全部来采检。市府强调，即阵台北市的社区感染较少，反倒当时家户的感染较严重。2个住斗阵的家庭，一家9个人确诊，不过其中2个人确诊了后，随即列出并且提出隔离，疫情并无断开。那框列之后，他才变成阳性。那这段时间其实并没有跟外界接触，所以他也并没有散出去的问题。台北市也放宽5个到7个纾困补助，减少部分营业用减收对50%，增加到75%；主体用减收20%，增加到30%。延租部分即要承租持有的不动产，上长会使延长缴纳12个月，即阵也会使再一个申请6个月。而承租市府公告停止营运，也是规避场馆，会使依照实际停业的日数延长契约时间。延税部分除了房屋税、5乐税、牌照税甲地价税以外，也新增加印花税，延长到111年6月30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花圃注射站大型的注射站，伫昨昏是开始替民众注预防针，一天上侪会当注14000人。不过有民众是反映讲，等待区人伤多，社交距离恶维持。医护人员带领民众一早准备注预防针，这是台北市联合病院提供服务的花圃接诊站。花圃接诊站面积有2000平，现场分做4个区，加上行动不便专区，计共18条接诊线，每条线配1个医生、2个护理师、4个行政人员，估计1点钟会使服务1800个民众，一天上济会当服务14000人。不过有民众反映，等待区的人伤多，社交距离可能是无够。而且外口的家属休息区，大家拢晒日头，徛咧等是较辛苦。一开始，因为民众都有一点比较希望说早一点接种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最前面1个小时，的确人会多一点。那我们很快的就把那个人跟人那个距离尽量的让它拉开了。我们有注意到，那也马上在做改善的。当然就是在出口处有一些就是家属接送区。那个家属接送区，我们会再做一些改造精进，让它做得更好。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2天把疫苗注了后，应该把花圃接诊站留落来，因为他一天大概打2个时段就可以达到1万次了。如果打3个时段早中晚早上、下午、晚上都打的话，满遍可以达到2万人了。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台北市真的要打大量的疫苗，大概除了诊所啦、医院以外，大概增加一个花博的场地，大概就够。台北市强调，户籍无伫台北的人，只要是住伫咧台北，包括外国人、家友、移工等等，拢会使来住。到10时早时为止，台北市已经有22%以上的人已经注到疫苗，这是全台湾上悬的。记者郭柏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对流云系发展较旺，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咱来看温度。今日伫苗栗到云林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气象局有针对苗栗、台中、彰化甲云林发布大雨特报。另外，气象局嘛发布高温特报。今日中昼之前，花莲唱国是柑仔色的灯号，台东、台北、新北甲宜兰是黄色的灯号。因为今日是透偏东风，较ou有热。各地高温是32度至35度，乡亲若是出外，爱会记哩早日头，爱加啉水。
昨下晡3点半左右，伫屏东的市区是路边角，因为边角电库有玻璃去互击破，加载并无严重的灾情。台北的看草地上，有。办公室内底，大家轮流向外口看，因为外口不只是落雨，还佫路边角。涂骹因看到一粒一粒透明的边角。屏东市区10时下晡3点半，熊熊大风大雨，还佫有路边角。不止车路车感受到边角浪的声音，路人虽然拢也雨伞，毋过也赶紧避到顶骹，就惊互边角撞到。有人看甲是真神奇，毋过也人感觉是真恐怖。捌看过这种迄个情形无？我毋捌看过。啊，熊熊天气变安尼，有感觉安怎？啊，熊熊天气变安尼啊？啊，那足恐怖的咧，足恐怖的，看在惊的，嘿啊！真侪面体加工大是空空空空，有不少人烦恼徛过或者是放伫外口的车受损，赶紧检查。毋过遥公司的玻璃窗啊，因为风雨甲边角去拱破去，只有用纸板承遮起来。整个都碎掉。那时候风势太大，是不是？就一瞬间啊。不是下冰雹，是不是？那时候下冰雹啊。中央气象局表示，因为对流发展旺盛，有闪电线啊，或者是落大雨、路边角，甚至可能出现较强的阵风。这场边角落差不多10分钟，好佳在无传出灾情。记者综合报道。那苗栗拜二暗是落雷公雨，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伫步岸边运动的时，去互雷公卡着，送病院急救，救无转来。气象局嘛提醒民众，但雷公的时一定要找所在避。民众行车记录器落到雷公市内迄目影，苗栗市13尾仔嘛落雷公雨，一个31岁姓刘的查甫人，当伫经过路边的步环咧运动，不幸煞去雷公卡着。因为他是当时是俯卧状态，所以伤势还看不出来。然后当我们把他翻正的时候，发现到他两耳有耳漏的现象，然后呢右小腿胫骨上面有一个不规则形，大概1公分的不规则的穿刺撕裂伤。消防队6点24分左右接到民众报案，赶去现场发现涂骹有着火烧的痕迹，甲笔唇，嘛有闻到臭火大味。这个查甫人的鞋嘛破甲利西西。头部部分可能有雷的一个雷击的入口，然后在脚的部分可能也有一个出口在，所以然后加上现场的迹证，那我们有怀疑啦，可能是因为雷击而导致他受伤。气象局伫13下晡2点开始，持续针对几个县市发布大雷公雨的信息。苗栗县嘛是警示的地区之一，提醒要注意雷击甲透风。这几天啊，要是热人过大有雷公雨的天气，民众若出门都要随时注意气象局的信息。若看到天咧乌要落雨啊，都要有避雨的准备，嘛避免雷击的风险。所以如果在室外的话，当然能够进入到车子里面，还是室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建筑物。如果说真的你就在一个很空旷的野外，可能大概就是能够蹲下来，然后抱着膝盖，尽量减少身体跟地面接触的面积。这个姓刘的查甫人，红紧紧送去卫福部苗栗病院做急救。10时透早病情熊熊变真严重，尾手也是救无转来。因若死亡的原因，还阁要等检警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来台东，为着要拼经济，台东县打算要开4200万免费招待台东县民去游览，伫县内耍一天。有议员是批评讲，安尼无采人的钱。不过县长姚庆玲是表示，这一切拢合法。招标页面连续出现5个进行计划标案，拢叫做接入填台东。招议员讲，这是台东县府要用4200万来招待县内县民一日游，旅费全免。花手礼更加是一摆到位。伊批评县府的做法是真无合理，你着进行的实质的效益是充满疑问。这个预算用得有点太过荒唐。我希望县府能够将案件退回，重新再审，再研议一个更有经济效益、更实质的方法。4000多万的经费，敢若是旅游团的活动就变3600万，花手礼搁再用600万，每分600团，招待24000位县民来体验台东。也个议员批评这是伫咧浪费公款，更加集齐听做5个标案，敢讲是伫咧规避政府的采购法查核。另外，当地民众看法是分做2款，也无同款。还不错啊，就是算是县民的福利吧。办这个好像多余的，
不如把它拿来防疫。对着外界质疑，台东县长廖庆玲也亲身出面来解说，强调一切合乎法规，会堪要检视。这摆计划更加是县府超前准备的经济疫苗。这个钱是我们从热气球缩小举办，再加上财经处他们运用自己目前有一些活动没有举办，总共就是4200万。廖庆玲表示，甲直接的补助来比较，这摆专案有加使创造2亿的商机，促进县内经济循环。行业者在有条件未解封的状态之下，小可复苏。只是这摆专案还未正式来实施，确实已经提前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未解封会当小看放令，抑毋过干那批湖有开放，民众会当伫餐厅点来食物件。其他县市拢无开放。有专家即马是建议讲，咱台湾会当参考香港的做法，定期替员工做体检，安尼就当考虑来开放伫店内现食。为鱼店高出一尾活鱼，师傅煞来用老练的刀工快速切地。伫桃园石门水库附近的活鱼餐厅，挖近中昼的时阵，当地赶工穿早早的餐点，中央宣布未解封，石门水库园区采食连制适度开放，早时透早不少民众开车出来排队入园。就来看看水库的水啊，散散心啊。盐阁桃园无开放店来食，园区的一寡餐厅持续停业，有营业的店头是辛苦经营。微解封其实才刚开始，不是很明显。那我们餐厅目前是做外带，那外带客人其实也有不少客人是从台北过来的。全台湾敢若离岛的偏湖有限制开放店来食，其他县市是维持3级警戒管制原则，互原本望会当较有收入的餐饮业真失望。对这代志，台工会学者是认为，台湾应该有条件开放店来食，建议模仿香港实施的疫苗专案。根据统计，3级警戒进前，各场所群聚感染人数，餐饮业无伫前5名，感染的机会无悬。在相对于纽西兰，我们也没有这么高的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相对而言是严格了。那如果没有做到这个疫苗施打的也没关系啊，如果你能提出来3天的阴性检测证明。陈立生表示，香港无停止开放店来食，要求疫苗开始做进前，员工无定期检测，无采实名制，每一道上济2人，全店上济20人，敢会当营业到暗时6点。来做安排定期检测，会当延长营业时间。或者建议台湾会当将检测纳做解封的参考。指挥中心回应，各地政府考量疫情可能出现变数，管制上爱谨慎为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安会高层人事异动，总统府对外表示，蔡总统任命前参谋总长黄树光来做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任命前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吴木元出任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因为下任的国防部长严德发嘛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嘛创下落任的国防部长甲前参谋总长拢伫国安会的头一个。来关心自由时报，台湾综合研究院是表示，前5月中出现本土疫情，甲打内需的经济有受影响，加减嘛有去影响到制造业的量能。目前国外已经解除封锁啊，需求量增加。顶半年咱国内出口表现嘛无受影响，若是讲第3季咱国内会使大规模注意封城，安尼按算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嘛有5.12%。来看联合报，卫福部从7月份开始有补助不孕前的翁仔宝，有3届到6届，大概600块到10万块，去做试管翁仔仔的补助。最近真侪经大型病院问的人拢真侪，因为35岁以下负责人规定讲，敢若会当放1粒胚胎入去，若是要放较侪粒，增加有新的机会，安尼就袂使摕到补助。有医生是批评讲，这个规定伤高达无人情。花莲伫昨昏是伫透地动，上大的地动是发生伫昨昏透早，规模是5.2。刷落来，昨昏规工计共有发生42届地动尾。今日翻点了后，也搁咧摇。地动中心是表示讲，拍算这地动尾会一直维持1礼拜，而且嘛有可能会达到规模5左右。溪顶的吊灯摇来喊去，鱼缸内面的水也摇来摇去，内面的鱼行到无地走。14早起6点52，花莲发生规模5.2、深度5.9公里的浅层地动，震央伫咧花莲市南平偏西5.1公里的所在。上大震度伫花莲5、6、
地动中心统计，尾啊4级的地动有14变，3级17变，2级10变，规工总共42变。我们估计余震还是会持续1个礼拜，甚至1个礼拜以上哈。那也不排除哈，这个余震还会到达规模5.0啊。气象局讲，这边是7个吹7加7个吹8，规模5.4地动的余震。它不是一个新的地震序列，它事实上是7月7号跟7月8号双主震规模5.4的这个群震所后续衍生的余震啊。花莲有一寡灾情，包括受风向炎热的海边啊，照明拍港的景点的建筑物出现壁损。193关渡瓦外面段有一寡石头落来。共和国有一间老厝并崩来，警察局天棚也一寡落来。当时就是声音蛮大的，然后办公室的天花板掉下来。地动中心讲，伫最近花莲连续地动有2个特别的所在，包括数量多，过来就是分配出现，算是较罕见。今年超过规模5以上的地动也已经有22遍，这半年就已经要挖每年的平均数。表示说，这边的地壳在这1个礼拜内，其实它一直蛮活跃，有时候会比较担心它是不是会驱动旁边更大的地震。地动中心强调，这个地区正破碎，如果是板块细发的稳热带，所以累积真侪能量的释放较接。气象局长陈明典也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土石松动的问题，落雨天尽量莫去山区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88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0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328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25万例，伫法国超过588万例。同款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美国的疫情嘛有行起来趋势，而且预防社住较少的所在，病例数就会较济。啊，那伫墨西哥是因为开放公共场所，所以地区即马少年人确诊的比例有增加。啊，那巴西疫情即马是全世界第3严重的疫情，影响经济。伫顶半年，就13万人离开因的国家，移民去别位转嫁。美国疫情有过起来现象，3礼拜进前一天确诊差不多1万例左右，不过最近煞有2.3万例。专家认为，自6月中开始，美国前一周放量限制，所以结果拄到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和传染力更加紧的 Delta 病毒佫增加。Our low vaccination rate and this rapid increase in Delta cases, I fear that there could be a new variant that is actually formed here in Alabama. 自过去1礼拜病例数增加的疫情重灾区，佛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内华达甲密苏里州5大州总确诊数占全国1/3。这个所在共同点是疫苗覆盖率伫全国上尾，而且确诊者拢无注疫苗。Numbers are going up, which is concerning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Delta variant going around in the state of Missouri. 墨西哥爆发第3波疫情，病例数比顶礼拜增加29%。墨西哥卫生部指出，疫情升悬不是受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是开放公共场所活动均注机会增加，才让疫情佫定来。Se están presentando más en jóvenes y también es un llamado a que los jóvenes se protejan, se cuiden. 最近增加的确诊案例年会有下降现象，虽然目前全国已经将近4成人口注第1剂疫苗，不过注的对象也无开放予确接伫外口行大30岁以下少年人。圣保罗市真济所在出现抗疫活动，因为现任总统抗疫不力，让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有14.7%，这也让不少人被迫远走他乡。根据巴西联邦警察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已经超过13万巴西人去美国、葡萄牙、英国甲日本发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来关心巴基斯坦伫昨昏发生严重的巴士爆炸案，车顶有9位中国的工程师死亡。巴基斯坦的官方是无讲伤济，不过中国外交部即摆认为讲，这就是一件恐怖攻击，要求一定要抓出凶手。一台蓝色的车绊伫咧坎骹，车体已经规个拢变形，被救出来人规面拢灰，无法度震动。伫巴基斯坦一台巴士，在是马赛基北部偏远地区的半路发生爆炸。ये एक दिलखराश वाक़या जो यहाँ पे पेश आया है बरसीन के मकाम पे, ये एक कोस्टल गाड़ी थी जिसमें कुछ 41 बंदे सवार थे और उसमें तकरीबन 6 की जो है डेथ होगी ऑन द स्पॉट。爆炸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其中9个人正式是中国的公民，另外4位是巴基斯坦的民众甲士兵，还有30几个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迄当阵车顶有30几位中国籍的工程师，要去北部的打苏水坝工地。巴基斯坦官方无讲细节，引发爆炸的是路边的玻璃物，也是伫咧车顶的物件也唔知。不过中国官方定调是攻击事件。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凶手，予以严惩，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目前是无组织出面承认犯案，不过伫咧4月时阵，塔利班把攻击一间招待中国大使酒店。法新社讲，中国最近伫咧巴基斯坦投资打苏水坝，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不过有人认为这款投资无互当地人带来什么好处，情绪正不满。去年6月，当地分离主义团体也把攻击中国公司所经营的证券交易所。公司新闻是阮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提出对抗气候变迁的大型计划，打算伫2035年开始要禁止卖新的汽油车、柴油车甲油电混合电动车，也就是2035年所有买领行照的新车拢爱零排放。来关心英国的首相强森伫网络写文章，宣布讲英国从8个月前开始注意风车到呾。伫英国已经有2/3的大人已经完整做好2档预防车，这嘛是英国后礼拜会使放零防疫规定的基础。来关心英国的媒体嘛报讲，英国拍算要甲咱台湾，还有香港要放入去青色的名单，就代表讲咱台湾人也是香港人要去英国的时入境英国会使唔免隔离。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这2例拢是伫解除隔离进前所验出来的，所以并无新的传播链。侯友宜嘛强调讲，伊知影民众真期待无病例清零，也毋过咱已经出现社区感染，要清零，即嘛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新北市就是新增加2名本土的确诊个案，拢是解除伫厝隔离进前 PCR 阴转阳的个案。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新北市对5月初9以来用了2个半月，总共66天的时间，扣除伫厝隔离确诊的2个人，本土确诊数是0。伊感谢市民的牺牲甲配合。另外，民众期待清零，侯友宜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已经行到社区的感染，必须要真小心。这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工作，社区里面多少还有隐形的传播链存在。我们也来自有很多的外在因素的波及跟影响，再到7月19号再来做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滚动式的检讨。敢若因看到希望，伊讲依照疫情随时来做检讨，慢慢来解封。不过伊强调会以户外为优先，结果转向室内来控制人数。最后讨论餐饮业安怎避免喙内传播。另外，经过上北的中型巴士616公车司机去围调，列出56名的司机采检，结果已经出炉。我们新北市的驾驶已经全部完成了疫苗的施打。那对于这个台北联营公车616的扩大的一个筛检呢，那目前结果也出来了。那快筛部56全部都是阴性啊。那最后2个这个616的驾驶的 PCR 也是阴性。新北市交通局长张明时指出，新北公车、新巴士捷运的司机甲站务人员已经安排分配来注射疫苗，注射率达到96.33%，少数人因为健康的因素、个人的关系无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台中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有一个是甲进前确诊的客停车司机带共同的厝卡，啊，佮另外一个是朋友之间的相会。伫桃园的部分，昨昏桃园新增加3例，这其中有一例也找无感染源。台中市14个增加2例确诊，伫12确诊的太平区68岁计程车司机，目前重症治疗当中。介带共同宿舍60岁男性接触者，确认了后采检确诊，卫生局亦调发现，只是捌伫1-2礼拜前甲确诊司机开讲，就去互伊围着。同一栋楼，但是不同的住户的关系。那他接触的话，是因为1到2周前他们曾经有交谈有接触，但是这一栋楼里面9个人里面只有这2个阳性。这个确诊的计程车司机，就伫中山医大附设病院的急诊室头前排班载客。卫生局根据实验室甲警方走势，召回16个乘客体检，目前拢是阴性。另外一名确诊的是西屯区77岁男性，甲13确诊的查甫家教有接触史。最主要有3天在一起有搬家有一些这个接触。桃园市增加3例本土个案，其中2例伫居家隔离期间确诊，传播链无扩大现象。另外一例20多岁男性是伫12出现症状，家己快筛阳性，了后到病院采检确诊。我们需要这个全部掌握。那我想，这个隐形传播圈的问题需要做疫调，也需要做追踪，需要做匡列隔离。地文层表示，目前已经进入清零阶段，不过也是隐形传播链存在，真歹对查面卡感染源，加速社区温休，也提醒民众，虽然是未解封，防疫工作也是袂当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7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06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677例，台北市是4702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37例，苗栗548例，基隆309例，彰化269例，台中有204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328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06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采取上新的数字。顶个月底，伫高雄凤山有一栋大楼，内底有5个人去围着。市政府全赶紧甲规栋大楼146个人全部拢刷到防疫旅馆去隔离。该度隔离进前嘛，拢全部搁做一个 PCR 检测，全部拢阴性，因总算会当回去处理啊。互隔离14天，民众总算会当回去处理。回来第一件代志就是赶紧来大摒扫。想哭，妈妈想哭是不是？我跟儿子讲，2个礼拜的鸟巢之旅终于回家了。PCR 检测就都没有问题了啊，都是阴性都没有问题了啊，这样就安全过关，哎，平安返家了这样子啊。凤山这栋大楼顶个月因为文主公病院机票个案引发的群组感染，有5位居民确诊。市府6月29甲大楼146位居民拢总送去防疫旅馆隔离。迄天代志发生甲上临时，有民众3个浸伫咧洗衫机内底，就互带走。7月13是隔离的最后一日，饭店了后，市府确认所有的人拢是 PCR 阴性，就解除隔离。要民众透暝回去厝里整理物件。到透早，阁有游览车甲民众一个一个送回去厝里。要里民毋忘讲，会使比较邦寮 Delta 群组事件，好做好先注疫苗。他是说看是不是可以比较屏东那个 Delta 那个方案，那个让他们施打疫苗这样子。当初有这样子强制去，那他们有这个需求，看是不是可以就是看通融还是怎样。7月13号的晚间24点，已经完成了14天的居家隔离，并且在确认所有的住户在最后的 PCR 采检都呈现阴性的状况之下，也解除了隔离。市府感谢民众的配合。强调解除隔离进前，就先消毒大楼，进行环境的采检，确定拢是阴性了后，也才解除大楼的公共空间的管制。不过也呼吁民众3级警戒期间出入大楼，也是要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
受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已经关16天的屏东枋寮病院，伫昨在8点的时嘛已经恢复营运。目前枋山、枋寮拢无新的病例，接触者嘛拢已经全部解除隔离。屏东县长潘明安是提醒乡亲，疫情的变化是真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袂使放零。病人和家属透早就来枋寮病院要看病，因为爆发Delta本土病例，枋寮病院停止急诊和门诊16天，7月14总算重新营运。不过恢复看病头一日，就民众斗讲，门口管制卡手和设备拢无够，害因等真久才通入去。你比较担心我今怎知爱往方便搁较紧，这老人袂堪你徛。刚开始应该也最干净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对。休息也有消毒了吧？为着Delta变种病毒的枋寮桂枝龙翁仔某，看守互证实讲，6月份北韩枋山的Delta病毒确诊者，同时间出现伫枋寮病院的门诊区，意思是安尼才喂着病。病院伫6月28紧急停业消毒，也体检和隔离相关的人员，到当疫情受到控制，才恢复看病。枋寮医院环境检测及全院员工的工作人员3次 PCR 检验皆为阴性。且院内无新增病例，该院已符合恢复常规作业条件，都已经回来了，也恢复门诊了，对，已经解除隔离。枋寮病院是屏东瓦南平重要的医疗院所，一停业害当地民众看病无方便。重新营业了后，病院要向民众回息的。另外，虽然无搁出现Delta本土病例，不过病毒一直在演变。馆长潘明安也提醒民众要继续注意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疫情影响经济，对一寡弱势家庭来讲影响嘛真大。有民间团体伫屏东甲当地13间店头合作，民众只要开100块，就当服务一寡弱势家庭，会使去这店内食一顿免钱温暖的爱心餐。疫情致使真侪人无头路，或者是收入变少，搁有一寡单亲妈妈因为爱照顾囡仔，大头是主动。立行基金会屏东分事务所都和在地店家合作，呼吁民众用捐爱心餐的方式来减轻这寡家庭的经济负担。3级有影响了以外，那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他们也是得要在家里照顾孩子。说明了我们的服务对象的现况之后，爱心店家非常踊跃的就来响应我们的活动。疫情期间，餐饮业的损失真大。不过，这个爱心餐的活动，也是得到屏东高雄当地13间店家的支持。民众只要在7月15之前，到这个店家开100块买爱心餐，内幸服务的家庭都会当免费吃到温暖的料理。我们也希望，来就是被帮助的对象呢，他们也有一个丰盛的一个餐点。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帮大家挺下去，让大家一起做公益，然后每个人出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让这个社会得到更多的爱心。立行基金会甲餐厅业者合作，除了用爱心餐的方式帮助弱势族群，也希望民众伫做公益的时阵增加店家的收入，大家当做伙经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中元，按照风俗，咱拢会举办普渡，也毋过真侪大庙今年无要举办普渡，一寡资本普渡煞拢会将物件捐予弱势家庭，即卖弱势家庭恐惊嘛受影响。来到5家龙兴宫妈祖庙，民众也是爱伫外口参拜，毋过因为未解封，希望通互信徒入来参拜。庙方已经向市府提出防疫计划，嘛已经规划路线，室内空间上最60人，公所初步已经同意。还是在外面，这样比较安全。源头啊，在哪里都不晓得，搞不好进去又来，这很危险。其实目前高雄敢若有3间寺庙甲教会提出申请要开放，毋过进香普渡也是袂当办。后个月初8就是旧历7月，基山天后宫逐年普渡拢真热烈，庙方烦恼普渡若是无办，真侪弱势家庭会真失望。每一年差不多拢有超过500桌，这个普渡桌啦，那有些是勾选要自取，要领回去要吃平安的，另外拢有差不多有400几桌的贡品，阮拢会捐予这个弱势族群，所以这若无办，阮是感觉非常的可惜啦，所以基山天后宫今年按算要办线顶普渡。庙方斗3工传普渡品，信徒人毋免到场，
线顶直播发挥，就会当避免群聚。因为中原普渡是宗教活动，民政局表示，搁爱看疫情发展，随时检讨，敢爱放零。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去年8月份，监察院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第3份是公布头一份人权调查报告，内容是60当前台北市议员林水泉批评政府所予人讲伊是老麻掠去管训的代志。亲像这款案件事件，目前还阁有25件。伊讲我流氓啊，反你都无效，你反你，我毋捌去杀人，也毋捌去烧拍，是啥物了去关啊？今年85岁的林水泉，伫咧美国透过影片，讲出这120年要替家己洗清罪名的心声。1961年，伊选台北市第5届议员，伫咧选举期间，因为发表政治性意见，去互政府以老麻的名义送小琉球关训1年8个月。因为判决并毋是刑事有罪判决，伫咧司法定数无法度申请平复，也因为相关资料拍无去，恶调查，落尾全败诉。国家人权委员会14公布头一份人权调查报告，认定这案就是国家不法侵害人权的标准案件。司法的部分就确实是驳回了他愿意赔偿的申请，那理由就是说，虽然477号是认为放宽了建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的范围了，但是呢，他还是要以刑事判决为主。其实就这个部分呢，促转会在今年初，他已经公告修正草案，也就是说，他有做部分的修正。他把这个平复行政不法，他已经列为他增订确认平复行政不法的要件跟事项。促转会表示，准纳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会当伫咧立法院通过，安尼被害者参因的家属就通向国家请赔偿。也若针对林水泉管训的所在，小琉球13总队敢会列做是不义为止。促转会表示，因为主要的建物已经拆除。即阵算伫咧检在的不义为止，已经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会进一步确认。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意大利的政府是认为讲已经有较稳定啊，所以从6月份开始就开放大型的邮轮，会使入去威尼斯的运河区甲内海来吸引观光客。也毋过地方人士甲文化团体拢反对，认为安尼施做会破坏生态。这是今年6月初，意大利民众坐小只船聚集伫大型邮轮的水道边，抗议这个大船进入威尼斯涉湖。因为意大利是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欧洲上早爆发疫情的国家，这大型邮轮游览威尼斯沿海的运河甲涉湖，这种的行程已经消失1年半。趁着意大利宣布解封的机会，政府开放大型邮轮重新进入威尼斯的涉湖甲运河区。不过有外来游客甲当地民众认为，一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做威尼斯观光的招牌的世界遗产地位是一定会受到冲击。Le navi da crociera secondo me portano un tipo di turismo che è un turismo mordi e fuggi che in realtà poco vantaggio porta alla città。伫各方反对的声音，意大利政府决定禁止这邮轮进入，不过这又引起另外一寡人无同的意见。In un anno è venuto meno un numero enorme, 800.000 passeggeri, che tradotto in cifre, in soldi, vuol dire la perdita di €1 miliardo di contribuzione economica. 伫疫情还未来进前，国际组织甲当地居民都呼吁意大利政府禁止大型邮轮进入涉湖甲运河。这项由文化部所推动的法案，一定8月初1有效。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英国伦敦西区的芳村杂货店是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服务过真侪真有名的冒险家，也有一寡芳村的选手，嘛见证过真侪段的历史。这500年来，伊拢徛甲在。毋过即马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6月底时已经关店搬离开伦敦。伫咧伦敦西区边仔有真侪音乐剧演的即间店，叫做亚瑟比尔。因500年拄则开店的时阵叫做约翰白金汉。1890年店内请一位叫做亚瑟比尔的店员，伊甲生意愈做愈大，尾啊甲头家合股。1900年代，即间专门伫咧卖磅礴船用品的杂货仔店，改名号做亚瑟比尔，一直到即马。
伫咧521年这段期间，亚瑟比尔经过伦敦的瘟疫、西班牙的流感、伦敦的大火，甲两遍世界大战，想袂到挡袂过21世纪的新冠病毒。 Everybody realises that there aren't many shops like us left in London. A lot of the sort of small independents, with these historical trades, have been struggling. 亚瑟比尔开店到即马搬过3遍，店哥拢伫咧伦敦市区。即马西区即间店面有150年的历史，敢若是要将150年来囤的库存搬去仓库就无简单。让保护社会商无法度对正位60楼的楼梯间搬来，只好对窗仔门外用吊索的方式将物件随来。 So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continue the business onlin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till want people to experience what you can experience here. So we do still want retail presence. 小泰勒伫今年1月对新闻知影亚瑟比尔因为疫情财务出现危机，所以出钱甲这间店买起来。延过这半年，因为正悬的租金，抑个防疫的封锁，互亚瑟比尔实在是挡袂落去啊！决定自6月24甲实体店面收起来。未来一方面伫咧网络顶销售，另外也会伫咧伦敦以外地区找适合的店面东山再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 外岛是26度至33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相信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